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昨昏讲到经诗有开讲的意思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个词倒出来词，同款有开讲的意思。这里就是刀，刀就是一款的实物，有草本、嘛有木本，拢总有12000多款，世界各地拢有，会当用来食，嘛会当用来做药啊。另外，阁有观赏，像咱讲红豆、绿豆、土豆、闽豆啊，也阁有扁豆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，这就是破刀，就是开讲。昨昏讲到经诗拢同款意思。第二个词较特别，叫做倒菜底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出身烟花界。另外，阁有一句俗谚语，讲到在生一粒豆，较赢的死后拜猪头，意思是叫人爱有孝事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一阵坐伙人坐伫庙口开讲破刀，三只公甲四金婆啊，三妹拢知影实在有够熬。讲到春花姨啊，少年的时是倒菜底，听讲卖价无卖身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豆提供予大家参考。